对顶礼拜开始，中央有开放有新的护理人会当大先去做武汉肺炎的预防针，也有民众伫咧抽拄副作用问题。不过妇产科的医生表示讲，有新的人抵抗力较无较好，但有通做就赶紧去做。另外有囡仔拄出世也未满3个月爸母，伊也希望讲会当先来做保护幼婴啊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6月2日宣布，有新的护理人列入新冠肺炎预防针第6类的优先注射名单。20日开始，各县市陆续注射，但有民众6月中拄生囝，政府才来宣布失去优先名单的资格。本来有优先权啊，生了就向就变咱最后一类。爸爸妈妈嘛是爱出门嘛，生儿伫1个月来饲息，其实迄风险嘛拢足大的。我是感觉你生了嘛是爱有迄资格来。虽然有家长希望厝内有3个月来幼婴会当列入优先注射名单，但也有民众因为厝内是大烦恼，想要做嘛唔敢去。其实我想要做呢，也毋过阮厝内底是大，因就惊讲会做迄有副作用，就我想会讲副作用真严重，可能会死亡。报道伤恐怖啊！看的人会惊安尼。妇产科医师表示，其实国外有案例证实，有心人若患着新冠肺炎，病毒会传染给胎儿。以色列发生2件，一个25周，一个36周。囡仔好势，但是伊着新冠肺炎，结果囡仔死去。但以色列伊甲这囡仔胎盘去检查，规拢是冠状病毒，所以你注疫苗，伊注了伊的乳汁15天就有抗体。如果说怀孕当中以注料也挤在一起，就可以测得到它的抗体。蔡洪波嘛讲，有心人的抵抗力本地就较歹，若得到新冠肺炎，蔡讲参用呼吸器的比例比一般人加2.9倍，带加护病房的几率加3倍，死亡率增加1.7倍。若经过医师评估无问题，建议有心人也是量早去注射。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。